啊，我係中原地產杏花村分行嘅 Esther。今日咧想為大家介紹係位於杏花村嘅下行位置，而今日咧介紹一個屬於4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有826尺，呢個景觀咧係絕對係靚啦，因為咧全屋都望到海景嘅，而且特設有個露台。未介紹之前咧，大家可以關注我條片以下頭像 WhatsApp 就可以直接聯絡到我啦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帶大家去參觀一下先啦。介紹呢個單位屬於鑽石型，入到門口完全冇玄關位置，可以見到客飯廳非常之闊落。咁呢邊咧就係客廳嘅位置啦。呢邊擺大型梳化絕對冇問題。對面咧就係電視機櫃啦，可以。咁啊呢度嘅單位係有個露台嘅。咁我哋望翻出去露台嘅景觀咧係開揚嘅，仲可以望到個跨灣大橋添。咁我哋出翻嚟睇一睇呢個客飯廳先。呢度咧就係飯廳嘅位置啦。咁飯廳嘅位置咧，業主打造咗一排嘅 L 型嘅收納櫃啦，咁可以擺幾多嘢都冇問題啦。做咗個開放式廚房咧，令到空間感更為寬闊嘅。咁我睇下個廚房嘅位置先。擺得到呢個大型嘅雪櫃啦，同埋呢度洗衣機。咁呢度咧應該可以擺到個蒸焗爐都得嘅，仲有雙爐頭煮食。咁啊台面工作台面都非常之充足嘅。咁啊第一間房間啦，咁啊做咗一個上面咧就瞓覺，下邊就擺衫嘅位置啦，咁都好闊落嘅。跟住睇下浴室洗手間先。咁啊做咗啲鏡櫃啊，下邊都收納櫃啦，仲有個明窗。咁喺呢度咧就採用咗奇光式設計啦，咁呢個位置咧都可以擺到少少嘢嘅。睇下第二間房間先。第二間房間咧，呢度咧做咗一個衣櫃啦、床同埋書台，空間感都好充足。咁啊大家望下景觀咧，都係望翻海景為主。睇埋隔離間房先，房間咧應該都相若嘅 size， 咁咧都做咗好多嘅收納櫃啦、書台啦、大衣櫃啦，同樣咧呢度咧都係望到去臨海嘅位置嘅。最後啦，睇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相當之闊落啊，翻邊落床都絕對冇問題啊！呢度咧就可以擺到個大嘅衣櫃啦。咁啊，善用咗窗台嘅空間嘅咧，做咗個櫃，望翻出去景觀咧都係臨海嘅位置。咁呢度咧都可以做個一個化妝台啦。呢度就主人套啦，跟住帶大家望望先。主人套咧就係改咗奇光式設計，有浴室寶，有個明窗添嘅，咁都非常之闊落。單位介紹完啦，大家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咧，可以隨時 keep 我 WhatsApp，又或者直接打電話俾我。咁大家記住我電話號碼係98689974，我就會即時回覆大家啦。大家如果對同類型嘅單位有興趣咧，都歡迎直接查詢嘅喎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